自從事過境遷之後，依家嘅中國企業家一係就選擇極度低調，好似隻驚弓之鳥咁；一係就徹底砍破紅塵，放棄奮鬥。市場情緒咁弱，唔係一時半刻嘅波動，而係信心已經根本性咁喪失咗。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嚟，中國嘅企業家群體從未試過好似今時今日咁感受到咁強烈嘅不安全感。呢種不安唔單止嚟自市場風浪，更係嚟自權力嘅任性。當一個國家嘅商業精英日日擔心自己隨時可能會人間蒸發，當一個國際大都市嘅白領要靠扮返工嚟維護尊嚴，當富士康呢啲製造巨頭都靜雞雞咁撤退，呢個唔單止係經濟數據嘅下滑，呢個是一個時代嘅落幕。中國經商氣氛裏面彌漫嘅寒意，恐怕喺未來好長一段時間都好難散得去。2025年嘅寒冬似乎比往年嚟得更加早。呢種寒意唔係講緊天氣轉動，而係深植於中國經濟機體深處嘅一種結構性轉率。如果我哋想揾呢種寒意嘅源頭，成都皮縣嘅富士康園區或者係一個絕佳嘅切片。作為一個曾經唔單止撐起當地就業半壁江山，更加係全球電子供應鏈核心節點嘅龐然大物，而家呢度卻上演緊一場無聲嘅大撤退。前線收到嘅風真係嚇親人，富士康成都廠區竟然已經停止招聘長達2個禮拜。呢喺以前嘅生產旺季根本係不可想象㗎，工價就好似斷咗線嘅風箏咁，持續向下插水。呢種價格信號嘅崩塌，直接反映咗勞動力市場供需關係嘅逆轉。點解會搞成咁？表象之下係多重因素嘅共振。一方面，富士康正係深陷於稅務稽查同埋用地合規性嘅監管風暴之中，有關部門嘅介入調查，令到呢間代工巨頭不得不收縮戰線。呢種政策層面嘅不確定性直接傳導到去用工端。另一方面，更深層嘅地緣政治博弈正顯現出佢巨大嘅破壞力。郭台銘喺海峽對岸嘅政治動作，令到富士康喺大陸嘅處境變得微妙而尷尬。雖然郭台銘曾經講過嗰句想飯俾大陸人食嘅說話充滿傲慢同爭議，但如果我哋撇除情緒，回歸經濟理性，你不得不承認富士康喺產業鏈入邊真係起到定海神針嘅作用。擁有超過100萬直接員工嘅富士康，佢背後牽動緊嘅係超過1000萬人嘅龐大就業生態鏈。喺成都甚至成個西南地區，無數嘅中小微企、零部件供應商、物流車隊，甚至係廠區周邊嘅大排檔、KTV， 甚至係宿舍樓下嘅便利店，全部都係依附住富士康呢個巨人生存嘅寄生系統。富士康係風向標，佢嘅訂單唔單止決定咗流水線工人嘅收入，更加決定咗呢座城市製造業嘅脈搏。當富士康停招，意味住冇訂單，冇訂單就意味住周邊配套細廠全部要停擺。呢一連串嘅骨牌效應，最終導致嘅係成個區域經濟活力瞬間窒息。甚至有悲觀嘅預期認為，下一次大規模嘅招聘窗口期可能要等到遙遠嘅12月。即便好似捷普、Jabil 咁嘅工廠被比亞迪收購並承接咗華為嘅訂單，開出21蚊嘅工價想挽回頹勢，但喺巨大嘅產業鏈寒冬面前，呢啲更像係個別例子嘅垂死掙扎，而唔係整體嘅回暖。呢種製造業嘅蕭條並非孤立存在，佢正以驚人嘅速度向消費端同城市服務業傳導。當我哋將目光由西部嘅工業園區移向東部嘅一線城市上海，呢座曾經代表中國商業文明最高度嘅國際大都會，正經歷緊一場肉眼可見嘅實體凋敝。有一個觀察者重遊佢曾經做過嘢同住過嘅上海某知名商圈，呢度黐住著名嘅同濟大學附屬第一中學，擁有得天獨厚嘅人口密度同消費潛力。然而，映入眼簾嘅景象卻係一片狼藉。
記憶中嗰啲熙熙攘攘嘅麵鋪、精緻嘅私房菜、充滿個性嘅時裝店同護膚品店，大部分都已經消失喺緊閉嘅捲閘門後面，取而代之嘅係刺眼嘅招租招紙同吉鋪。喺呢個曾經繁華嘅街區，幸存者偏差變得極具諷刺意味。目前仲頂得住嘅得返兩類極端嘅業態，一類係必勝客。德克士呢啲流水線式針對細路仔同家庭嘅連鎖快餐，佢哋靠強大嘅供應鏈同品牌背書，成為消費降級之後嘅無奈選擇。另一類就係地產鋪同各類補習社。地產鋪嘅苟延殘喘係因為啲人仲有租樓同賣樓嘅剛需，而補習班嘅火爆就揭示咗中國家庭喺經濟下行期最後嘅賭注教育。啲家長寧願縮減衣食住行嘅開支，都唔敢喺仔女嘅教育上停步。呢種焦慮經濟成咗蕭條街區中唯一嘅糧食。至於嗰啲曾經代表住中產階級生活方式嘅街邊特色鋪，喺租金、人工同消費力下降嘅三重擠壓之下，已經失去咗生存嘅土壤。呢個唔單止係鋪頭執笠，呢個城市商業毛細血管嘅壞死，係中產階級消費信心崩塌嘅物理影射。而喺呢啲執笠嘅鋪頭之外，一種更為隱蔽而且悲涼嘅社會現象，正喺上海等一線城市蔓延。扮返工喺星巴克、肯德基或者係免費開放嘅公共圖書館裏面，你總能夠見到咁樣一班人，佢哋着得身光頸靚，舉住電腦袋，每日準時喺早高峰出門，直到晚高峰先返屋企。佢哋睇落去好似處理緊好重要嘅公務，但實際上佢哋係已經失業嘅中年白領。呢班被稱為中華大孝子嘅人，為咗唔想令年邁嘅父母擔心，為咗維持家庭嘅體面，喺每個月嘅出糧日，甚至不得不動用積蓄，辦發人工俾屋企。今年嘅失業潮同往年有住本質嘅唔同，佢唔再局限於低端嘅工廠流水線或者餐飲侍應，而係精準咁打擊嗰啲外表光鮮嘅白領階層。當資本唔再擴張，當互聯網泡沫爆破，當降本增效成為大廠嘅唯一信條，嗰啲唔直接產生盈利嘅項目，部門首先被一刀切。於是我哋見到大規模嘅抱團失業。喺上海，民營企業貢獻咗超過94%嘅就業崗位，係就業市場嘅絕對主力。但係呢2年民營企業家嘅日子過得驚心動魄，唔少老細一係因為債務壓力搞到精神崩潰，一係選擇註銷公司止蝕離場。喺咁樣嘅環境下，冇人敢輕易創業，亦都冇人敢盲目擴招。於是殘酷嘅年齡歧視成為咗裁員嘅第一把刀。35歲呢個曾經被視為年富力強嘅黃金年齡，依家成咗職場嘅生死線。社會一邊討論緊將退休年齡延遲到65歲，一邊卻喺職場上將35歲嘅人拒之門外。呢種巨大嘅撕裂感令中年人無處容身。以前啲人成日講大不了去送外賣咯，但依家嘅現實係連送外賣呢個最後嘅避風港都捲成紅海。體力同反應速度都唔佔優勢嘅中年人，根本搏唔過嗰啲後生力壯嘅小伙子。更何況一日100-200蚊嘅收入，對於生活喺一線城市背負住高昂生活成本嘅中年人嚟講，簡直係杯水車薪。我哋必須深刻認識到2024年呢一陣失業潮，佢嘅殘酷程度遠超上世紀90年代嘅國企下崗潮。當年嘅下崗雖然意味住收入中斷，但大多數工人並冇背負巨額債務，生活雖然清貧，但尚能維持生存，係一次歸零嘅痛苦。但依家嘅失業係喺高槓桿背景下嘅崩盤。今日嘅中產階級同創業者邊個身上唔係撳住閒閒地幾百萬嘅樓債，或者係為咗創業而借落嚟嘅經營貸、私人貸款？一旦現金流斷裂，等待佢哋嘅唔係簡單嘅生活質素下降，而係入失信黑名單、資產被發拍、銀主盤，甚至係債主追到天涯海角嘅絕望。正如嗰句流行語所講，人生發達靠幹國、賭國運，人生負債亦靠體國。
喺房地產同資本狂飆猛進嘅年代，大家透支咗未來幾十年嘅收入。依家潮水退去，留低嘅只有裸泳者嘅哀嚎。呢種絕望感直接導致咗消費市場嘅冰封。由舊年開始，連10萬蚊以上嘅車都變得好難買。後生仔選擇咗徹底嘅躺平，唔買樓，唔買車，唔結婚，唔生仔。呢個並非佢哋冇慾望，而係因為恐懼。大家唔再相信未來會有穩定嘅收入增長，亦都唔再願意充當資產價格下跌嘅接盤俠水魚。當買到就係賺到，變成咗一買就跌價。邊個仲肯做嗰個冤大頭？即便喺咁艱難嘅境地，點解仲有咁多失業白領硬要留喺一線城市扮返工？嗰個流傳甚廣嘅上海金融女高管嘅故仔，或者可以俾到答案。佢喺4年前被炒魷魚之後，依然每日化住精緻嘅妝容，搭地鐵14號線去國金中心，對住空氣滔滔不絕咁講緊金融術語。有人笑佢瘋咗，亦有人話佢係整棟大廈裏面最幸福嘅人，因為佢活喺自己編織嘅夢裏面，拒絕醒來面對殘酷嘅現實。商場裏面嘅冷清係遮唔住㗎，主通道空無一人。鋪頭拍烏蠅，偶爾入嚟2個客，被店員視為救命草，但往往係一番挑挑揀揀同瘋狂殺價之後揚長而去。商家為咗生存，唯有將新款鞋特價處理，但呢個依然難以挽回頹勢。呢個唔單止係生意難做，呢個係商業生態嘅荒漠化。而導致呢一切嘅根源，除咗經濟週期嘅自然下行，更在於中國商業環境正經歷一場史無前例嘅大地震。近期一連串高級管理人員失聯事件，好似一記記重錘，撲碎咗國內外商界僅存嘅信心。鬥魚直播嘅董事長兼 CEO 陳少傑，呢間納斯達克上市公司嘅掌門人，喺公眾視野中消失咗3個禮拜。雖然騰訊持有佢大量股份，但官方嘅沉默令人不安。緊接住，山東旭華製藥嘅董事長趙炳賢亦都被扣留調查。如果我哋將個名單拉長，你會發現呢個並非個別例子。投資銀行界嘅風雲人物包凡，自4月以嚟就有無音訊，至今生死未卜。呢種針對企業家嘅定點清除，並未止步於國內。外資企業同樣感受到刺骨嘅寒意。今年以嚟，中國當局突擊搜查咗位於紐約嘅盡職調查公司 Mintz Group 嘅北京辦事處，扣留咗5名中國員工。美國諮詢巨頭貝恩公司 Bain Company 嘅上海辦事處員工遭到盤問。更有甚者，美國風險諮詢公司 Crowe 同日本野村控股嘅高級員工被禁止離開中國。呢種隨意嘅出境禁令引發咗國際商界嘅極度恐慌。喺連續嘅被消失事件同北京持續加劇嘅強力打壓之下，中國商業圈同外資企業個個瑟瑟發抖。呢個已經唔再係法律層面嘅合規問題，而係上升到咗人身安全嘅政治風險。呢種恐怖氛圍嘅直接後果就係資本嘅瘋狂大逃亡。去到今年9月底嘅過去6個季度裏面，外國公司從中國收回嘅總收益已經超過1600億美元。呢個係一個得人驚嘅數字，佢意味住外資唔單止唔再追加投資，反而係大規模撤資走佬。數據顯示，流出中國嘅直接投資已經超過咗流入，呢個是自1998年中國開始統計該指標以嚟嘅首次逆差。呢一歷史性嘅轉折點宣告咗中國作為世界投資熱土時代嘅終結。企業正不惜一切代價實現供應鏈嘅多樣化，哪怕成本更高，都要降低對單一市場嘅依賴。呢個叫做去風險化，實際上即係去中國化。面對咁嚴峻嘅局面，中國政府喺下半年開始咗一系列密集嘅救市動作。11月8號，商務部要求地方政府消除對外國企業嘅歧視性政策。網絡監管機構見咗幾十家跨國公司高管，想緩解佢哋對數據安全新規嘅擔憂。北京仲承諾提供更優嘅稅收待遇同簽證便利。不過呢啲承諾喺外國投資者眼中顯得蒼白無力，甚至被視為一種承諾疲勞。
因為佢哋見到嘅係中國一邊喺口頭聲嘶力竭呼喚外資回歸，特別是製造業投資，另一邊卻喺行動上不斷強化國家安全審查，隨意拉布企業高管。呢種言行割裂嘅現狀，令任何理性嘅投資者都望而卻步。